创标高单已经有355档历史的国定古迹台湾府城隍庙，今年举办会展活动。庙方成员是头摆以城隍爷圣兰善恶的工具算盘设计一座算盘会展，写民众认捌城隍爷的文化。 一粒粒红色的花灯不加水个大班，庙埕规大片的灯海，城人注目。详细看花灯的顶环有坑人做神水画起，这是有355档久的台湾府城隍庙办的灯会活动。庙方发挥创意，摕庙内镇店之宝的大算盘的造型来设计花灯。庙方指出，大算盘是城隍爷咧算人善恶的工具，应用轻松的方式，要通互人来认捌城隍爷的文化。就是说劝人向善。 一生就是尽量做善事，那你做坏事，当然逃不过城隍爷的算盘，他一算，加减减一算，那你大概善恶功过就出来了。对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发扬真有足大的帮助，希望讲会当扩大，会当继续。看灯阁无够开，特别的是庙方甲平常时收藏伫文物馆有300多公斤的大算盘，展互大家看，兼开放互人帮求平安。另外，金龙年新正年头，庙方嘛做一面双灵星龛，佮穿金色的鳞片大纸，互民众写名打起日记号。庙方讲大龙年得金银，有祈求富贵顺心、赚大钱的意涵。贴这个金色的那个金币的东西，然后来圆一个梦。庙里有2只古文物的迄个铃咱家画落来离现场开放民众来打伊的鳞片咱铃头咱搁把它做好铺起来。 象征龙出头啦！府城隍庙的花灯登记到3月初10，庙方头一摆用上百粒算盘的珠灯来点化人心，因最后要传达慈善孝福的理念，这嘛呈现无共文化的传承方式。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